那个丢球丢到圈圈里面的游戏，用骰子，然后粽子、球球来当做那个降落器，丢在那个火星上面。这个团康游戏叫做火星霸主。火星霸主的话，主要是要让小朋友扮演科学家的角色，会想要把探测器送上火星，考虑到说要怎么样让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上面。他们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降落方法，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可以比较安全、正确着陆在我们想要着陆的地点。它就是小朋友在这个游戏体验过程中可以得知到的一个讯息。国小大概要4、5、6年级才会介绍一点点的天文。那在国中方面哦，它是在3年级哦，要国3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地球科学。那地球科学里面哦，它其实天文的课程的部分也不多，大概1/6到1/5这样而已。我们在导览的过程中，大概就是要讲别人听得懂的东西啊，就像说小朋友讲的程度不能太深，一般都是讲说这个年龄层他可以接受、可以听得懂的科学知识。好，大概展示馆导览这样。那我们在观测馆也有导览，那观测馆就是直接介绍望远镜的部分。然后呢，在礼拜6的时候呢，晚上我们有星空导览。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相当重视天文教育，为了让天文教育能够深入校园，所以我们南宁天文馆呢，在108年就完成了国小1到6年级适用的心动时刻天文系列课程。透过这一些教材跟教具的协助，我们的老师就可以引领学生一起探索宇宙的奇妙世界，感受星空之美。我们的南宁天文馆在大内区，它是南台湾最好的天文馆，一直以来都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天文教育来闻名。透过精彩的天文游戏、展区里面的体验活动，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尽情地探究宇宙的奥妙。我们的天文馆不仅提供了天文的专业知识，也让孩子能够亲身体验各种星象的变化。透过精巧的教具、各种团康的游戏，让我们大小朋友呢享受与同伴共有的乐趣。所以，我们欢迎市民朋友有空就一定要到天文馆一游，让我们一起走入奇幻的天文世界。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杨胜怀，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美术馆将为16号开始推出国中国宝伫台南展览，展出作于白菜顶15件国中国宝。伫正式开展之前，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南下，甲台南市长黄伟哲欢迎国宝来到府城，为展览做宣传。国家级展览千载难逢，故宫国宝伫台南。将伫个16号伫台南市美术馆正式登场，开幕仪式特别邀请到英雄十大杰出青年得主张义军以及嘉泽高中舞蹈班为展览再来开场表演。市长黄伟哲表示，这次国宝来到台南，展出时间相当的长，市府总动员以上悬规格来迎接，并采取上严格安全措施以及相关的保险，以确保国宝安全。跟故宫国宝出国，规格其实差不多了。虽然是在国内，但是还是离开故宫本院。
因此相对的这个严密的安全措施我们也请台南市检察局来全力配合。那在这么难能可贵的故宫国宝出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能把握展期的时间，来到我们台南美术馆。这个计划的期程本来是在年底结束，那年底结束我们做一个总结。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庆祝台南建市400年，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我想故宫博物院可以到台南市美术馆来展出的话，是故宫博物院的荣幸。南美馆董事长赵清惠则是表示，台南418年一处，离故宫的国宝是千载难逢，欢迎大家甲国宝文物做伙见证台南为399看活到400的历史时刻。这个是400年千载难逢一个机会嘛，感谢咱故宫萧院长特别预成这件事情。我们虽然在故宫出游，每一个城市5件作品5件咱的国宝，那集大成15件，通通来到咱台南，伫咱美术馆来展出。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到，台南400即将到来。故宫文物南巡到台南展出，中餐像是做伙行入去时光隧道。来参观的人就是从399年进入400年这个走入时光的隧道。那实际上这真的是时光的隧道。我刚才查了一下《清明上河图》是在1086年的时候，公元1086年，所以叫做千载难逢真的是有将近1000年前的这个古迹。这座展览展出故宫上受到欢迎的文物翠玉白菜、玉龙文盘、白玉锦荔枝、甲珐琅彩瓷实施造型把壶等15件国宝文物精品。南美馆林秋峰馆长表示，由于是故宫国宝第一次来到台南展出，南美馆伫展览空间设计上是相当的用心，有别以往伫其他所在展示方式，真具有卡斯。南美馆甲故宫邀请各位民众做伙来观赏这千载难逢的故宫国宝伫台南展览，品味精致文物之水。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市府伫中西区试办取消机车2大线倒弯以后，因为无重大事故，所以经济部公告12月23号将扩大到因公试办。对此，市长黄伟綽嘛到场会勘为政策把关。市府伫中正路、府前路口无强制机车2段式倒弯，为期6个月试办以后，高雄局分析试办的路段事故并无因此增加，所以进一步宣布伫永康大湾路、府前路一段扩大试办。市长黄伟綽嘛专程到场会勘并听出简报，预计12月23正式实施，共款为期6个月。我们议会以及立法院地方民意反映的倡议，那能够让这个试办一步一步揭开。我们除了现在的大湾路、富强路之外，还有陆陆续续会公布其他的路段。等我们配套措施研议好的话，我们会陆陆续续公布那同时来进一步优化台南市的这个交通状况，也让我们因为台南市目前为止还没有捷运，所以很多机车族，全台湾有1400万辆机车，光是台南市就135万辆，所以说可以说几乎占了全国的1/10占了全国的1/10的机车数，所以我们机车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让机车族有更好、更优的用路环境。对此，李伟林记嘛出席会勘，强调照驾驶提前完成课评等话，依照路面的标示，有外当安全行驶。所以，高局将对12月23开始，就将移除台湾路、富强路一段路口机车爱强制2段式等话的标示，嘛请机车驾驶注意。台南新闻军职何乔芳采访报道。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16号进行第16届会员大会，同时改选理干事，市长黄伟綽嘛到场，对媒体发挥第4权的角色表达肯定。最后由姚振宇连任第17届理事长。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第16届第2次会员大会甲理干事改选16号登场。会中除了举办新进会员投票入会，同时也改选第17届理干事。这协会顾问嘛到场祝贺场面热热。市长黄伟綽伫新闻处长苏恩恩陪同特别到场，
对着媒体监督发挥第四权的精神，以甲会员表达敬意。但是因为我们外籍记者协会大家都是这个人中龙凤，都是卧虎藏龙，所以说很多同仁其实都很希望有机会不仅是为自己的专业，也是为我们协会来服务所以我们是以一定全力来配合，因为各位能够让台南市市民朋友们能够对于新闻事件以及对于很多公共事务有第一手的直接了解，非常谢谢各位。台南市外勤记者协会包括电子媒体甲报社等将近100位会员，大家善尽记者职务，反映民意，监督市政，嘛是要共同为台南市发展努力。最后第17届理事长由中华日报执行副总编辑姚正宇连任。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召开2023的新歌发表会，邀请校长、老师、学生以及家长等代表共同参与。局长陈新辉在会中强调，教育没有局外人，大家要共同努力，让教育更加好。透过影片来呈现在教育领域当中无共奉献者的付出，包括拄工妈妈为学生准备营养午餐，家长担任导护志工守护学生的安全，以及校长、教师和学生传达知识。最后，阁由教育局长陈新辉来发表2023年的教育成果。以教育没有局外人当做我们的主轴，我们事实上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携手同心那一起呢为了孩子，那么点亮他们心中的希望。那这一年来，我们其实延续了市长在108年所强调的扎根基础，迎向未来。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希望呢，当做我们的愿景。那么接触了5个目标，这5个目标包括扎根学历美学创新力，还有问题解决，以及迎向未来的蛮重要的科技力，还有全球沟通力。台南市的教育在所有团队的努力之下，在这项教育评比当中，成绩拢相当的好。为软硬体建设方面来看，包括着中央厨房、校园环境的改善，教学方面有双语教学、差异化教学、扎根 AI 5G 科技教育，另外还有公立幼儿园课后老园到6点，创新 PBL 专题教学、实农教育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当辛苦的就我们学校的校长还有老师，因为要一个创新，那么需要做改变他的一个传统的教学，的确是要付出一些心力。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老师念兹在兹，都是为了孩子。尤其现在整个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就是以学生的学习为焦点，任何的一个教学，如果不能够把焦点放在学生身上，那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获得适性的成长，那一切也都是空谈。教育局举办在新的一档，结合校长、老师、家长甲民间团体的力量，持续以共同的环境为目标，用上大的热情甲专业，打造台南教育新风貌。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湾府城隍庙为明朝时期创建较大，已经有350多栋的历史。庙内保存丰富文物，这次嘛得到市府文化局公庙博物馆的认证，这也是台南市第5间得到认证的庙宇。看到这个牌匾念来了，就知影是台湾府城隍庙。这间庙宇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产，因此市府文化局特别颁发公庙博物馆认证。由市长黄伟体来亲自颁发证书。对着这庙内面的，不管是画，不管是跳，不管是这个匾，拢有足多意义吼。咱决定
古迹古城隍会当成做咱第5间宫庙博物馆，嘛期待搁较侪好朋友来共同欣赏宫庙之水。庙方当年自发性将对庙内文物器物含仪式进行记录，也规划文物馆，展示曾经使用过这属文物。同时推出中英文的导览手册，加上线顶语音导览系统，介绍庙内文物和传统工艺。大家除了对于这个尔莱尔这个的一个匾额之外，其实可能都忽略掉庙里头有相当多的一些传统文物，包括历代这一些府城的一些士绅对于府城隍庙的一个整修过程中的一些无私的一些奉献。台湾府城隍庙经过祭拜整修，各时期修建拢靠着当时的地方士绅来捐献。这次庙方特别邀请到捐献者的后代前来捐礼。头尾将近100担来寄付到咱龙条的后代吼，多一个黄兴甲吴生玉的后代加一个燕条是一个桑西寿的后代真无简单，因拢会当来莅临是赞助咱本庙的公菜。台湾府城隍庙会当讲是庙宇推广上好的典范之一。文资处表示，台南市公庙博物馆目前正伫14间庙宇试办，明年开始将开放予各公庙来申请，加深社会对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同。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港文化中心成立以来，积极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举办展览。这回由苏义荣和陈文石2位艺术家展出因的经典作品，抛开镜头做回来看。曾经伫罗浮宫办过个展，以台湾毕卡索进军国际出名的苏义荣，伊讲无法度参展的疫情期间，正成为伊全新创作的应用分。这摆伊受邀请回到故乡台南，12月16日开始，将伫台港文化中心展出17幅完全无同风格创作，同时联合知名艺术家陈文哲举办双个展。苏义荣表示，用这台南48基言，所以以第一道曙光的跨年展览为主题，希望后续吸引更较侪艺术家拢来台港，带动这这个台江遮较侪外宾啊、展览啦，用这个展览来吸引这个观光客啦，还是外宾来所以我邀请一个单龙级的陈文石老师拢长期伫国外，来邀请伊有一寡国外的海外的朋友来台南来去食台南的美食，佮用艺术来带动咱整个社区的水所以这个台港这个展场是非常水因为第一个采光佮伊设计都是上适合来做这个艺术的展览。为迎接台南48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苏义荣特别推出限量纪念酒，多用画作美化酒矸仔，成为美国商会赠送外宾的国民外交。同时配合2年，嘛设计一款花灯，为艺术文创做了真好的典范。加对文创方面，甲随啥带动咱台南带动艺术，所以有足侪，就是讲多因为到48年。这太难得的咱无另外一个48年啦所以那嘛是讲用这个灯笼灯礼耀龙门会当点灯会当提灯笼龙灯足趣味就很吉祥又很好的祝福祝福咱台南市民，咱台湾的百姓拢平平安安吉祥点灯。该展览伫16号登场以后，将持续到明年1月28号，邀请民众共同来感受艺术的水。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高雄有一间开伫巷仔内底上海车煎包，面皮真 Q， 内面的鸭佮包甲满，是侪在地人喜爱口味。一粒粒的生煎包在锅中滋滋作响，每粒看起来都饱满扎实又美味。再撒上提香的芝麻，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虎山区公所的轻轨旁，地道藏身在整排透天民宅间。不同以往我们常吃到的港式薄皮，而是更重视口感，使用了厚 Q 的面皮，内馅与汤汁也是毫不马虎，呈现给客人满满的道地上海味。我们的味道哈，你别吃出来感觉皮很厚，就是我们故意要皮厚的，皮厚才是我们上海的口味。你外面现在吃到的皮薄的，那都是港式的。如果不信，你可以去上海吃看看。是不是这样？我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多人也有去过上海，哇，他说你的东西真的比我在上海吃到的口味还要正点，这是客人说的，不是我说的。老板从小在上海长大，刚开始来到台湾找不到很道地的本帮菜，所以费尽了心思，地毯式搜索各种调味料，就是想要重现出家乡的味道。那我们就到每个超商啊、大卖场啊，就是找那个各种比如酱料啊、酱油的。醋的，还有那个油盐的，还有那些基本的调料嘛，拿回家一样样排在那边，然后就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加，很多弄了很多哦，才弄到那个味道，最合适我们上海的口味，这样子。刚开始店里只有贩售小笼包，但是发现这边有道地上海味的饕客们，开始询问店长可不可以再多做几道。为了满足各位的口腹之欲，店里的菜色也就越来越多样了。开始就小笼包一种哦，客人是说很好吃，他说当然小笼包，他说你们上海还很多好吃的呢，你可以介绍给我们大家分享啊，一起吃啊。他说把你们上海的东西推广给我们台湾呐。他说你们上海好多，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说很简单就去上海的。可是我们很想，就是了解上海，希望吃到上海的美食啊。因为店就开在轻轨旁，店长也表示有许多客人乘坐轻轨慕名而来。年底即将成员的轻轨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圈。各位来到高雄的朋友们，不妨试着乘坐轻轨，寻找周边的隐藏在地美食。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国民健康署举办2023乐舞林博览会。邀请资深演员寇世勋担任失智友善代言人，分享演出失智症戏剧的心得，希望让大家会当重视失智症。两位乐龄长辈在台上跳着双人舞，搭配的歌曲《昨夜星辰》就是资深演员寇世勋当年眼红的电视剧。两位长辈平时把跳舞当运动，又要动脑记舞步，一边听歌，心情也变得愉快。到老了，现在都没有失智的现象。跳舞的是咱在记舞步嘛，舞步的话，你就是在活化你的脑细胞，还有可以增进人际关系。所以我感觉跳舞是有足侪好处啦。另外两位乐龄长辈也是平时到社区担任志工，帮忙量血压和人互动，还喜欢到外面拍照片上网分享，意外变成网红，也都没有失智的现象。哎呀，不好意思的笑了忘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互动。我们如果有了人际的互动的话，我想我们的那个失智症就一定会远离我们。多运动，多做社交，多学习，包括常常找朋友聊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你要聊以前的事情，你就要去回忆嘛，那也是练习你的头脑，缓慢的老化的一个好的方法。资深演员寇世勋就是因为演了一出失智议题的影剧，被网友票选，才担任友善失智代言人。透过这出剧的演出，才了解失智症不是正常老化的现象，而是脑部病变的疾病。而为了减轻失智症照顾者的照顾压力，剧中的医师还会深入社区，成立互助家庭，疏解照顾者的压力。我原来不知道失智症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每一个失智的人彼此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对于照顾者来讲，每一个人的照顾经验也不会一样。那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戏里面，有特别介绍这个曹文龙医师，他去积极推动这个所谓失智者的互助家庭这样的一个社区形态的一种方式，对于失智者家庭特别有帮助。而在博览会上也展示许多认识失智症的10大警讯，以及如何面对亲人失智和失智亲人相处等。在失智症无药可医的现在，只有透过护脑5招来预防或延缓失智。
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因为刚好是跟我们的日龄长者的这个议题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希望透过这一次这样的博览会，可以让更多的民众更加的去认识到失智症的一个预防跟后续整体的一个照顾跟治疗。可是这些药物其实还是会有相对应的副作用，而且不是每一种失智症都有相对应的药物可以给。我们现在有治疗药物的，其实只有阿兹海默症。那像其他的失智症的类别，其实就不见得是合适用这样子的药物，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在推动一些非药物的方式来处理。失智症虽然好发高龄阶段，但已经有年轻化的迹象。卫福部国健署希望透过戏剧的方式，让更多人从追剧认识失智症，学习如何照顾失智症患者和预防及延缓失智症的方法。失智友善影响力，乐活健康好活力。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